根据人力银行调查，今年愿意发年赔偿金的企业有到8.5%，比去年减3个百分点。平均的年赔偿金是领1.32个月，比去年嘛减少0.02个月。若奖金上济是金融业有1.93个月，第二济是资讯科技业。另外，民生服务业因为疫情解封，今年总算有发年赔偿金有1.45个月。为了员工辛苦工作一年，一寡企业开始发放年终。不过，人力银行调查，今年企业敢若8.5%的企业愿意发放年终奖金，比起去年下降3个百分点。以最近5年发放年终基期来看，为109年开始逐年递减，111年是有小可较起，112年敢若1.32个月，比起111年小可落0.02个月。景气的关系，所以说导致说今年的年终有稍微小幅缩水一点点。往年的话，平均的话，好的话应该可以到大概快要7个月左右。那今年的话，大概剩下6个月。在景气比较保守、未明，还有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呢，很多企业在发放年终奖金的时候，态度也转趋保守，比较趋向是实际的营业面会以营收的数字来做发放年终奖金的部分。虽然今年年终无论未发放的意愿到奖金，拢比去年求水，不过也是有3大产业伫年终发放正大方，亲像是金融业的平均年终有1.93个月，资讯科技业有1.52个月，民生服务业比起前一年有3成发不出年终，伫产业内底是排上尾。今年成长幅度上济是1.45个月，也是旅行社是讲，因为国门为2022年10月开始解封，点到国人去员工旅游，今年除了年终有1至2个月，嘛会加薪来招揽流失的人才。提出比往常多1成到2成的薪水来吸引我们现在所谓的不管是应届毕业生，或者是之前离职的其他的相关产业的服务的人员，那有相同性质的，我们也欢迎来加入我们的行列。无论是饭店业还是服务旅游业，今年拢因为欠工的影响，人员不足。各企业透过奖金还是加薪，向求职的人入手，希望会当补足公司员工的战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